喺呢個旅程裏面，讓我去釋放咗、開懷咗自己一啲心結啦，通咗我嘅脈輪啦，令到我自己個成個狀態去返一個唔係就係穩定，而係超然，然後發光發亮咯。睇返除咗平時好確實自己存在嘅價值之外呢，本我價值呢樣嘢係我好啟發性嘅。原來我嘅本我價值係可以咁超然、咁偉大，而當中唔相信都變咗去相信，亦都係可以去行咯。嚟緊可以知道可以點樣去行。我好怕水啊，一直都好驚水啊。但係呢幾日呢，我係好即係一有時間我就好想爭取去浸海水啊，去俾自己浮啊，真係浮到喎。原來係當我自己落到去水嘅時候，我發現我全然相信、全然去接受呢個萬物嘅存在。我全然相信所有嘢都係善意可以保護住，然後自己好享受喺海底嘅時候，咁係好開心，亦都係放下好多嘅目光咯。以前都會好在意人哋點睇自己啊。係啊，其實冇啊，原來我就係我咯，咁樣咯。其實呢啲以前一直都有呢啲對話嘅，咁但係行呢個 VIP retreat 嘅時候，就不停喺度 remind 自己，將一啲課題重現話俾自己聽啊，呢啲小聲音就出嚟啦，咁我就自己去 tune 咯。咁就多謝老師去教我哋點樣去清啦，咁然後又去就可以。小聲音一出，又點樣去處理呢？咁樣，同埋好開心見到自己嘅鳳凰展翅啦，係好靚，好奇妙啊！成件事，原來我即係見到個鳳凰嘅時候，就知道原來我存在係好有意義價值，亦都想將呢個本我價值可以繼續發光發亮咯。係啊，多謝大家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歡迎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 同時間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開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新出嘅影片啦。下次見。